心经大什么？凯。大凯容。至极坚。至敌渊好，不惜生命做。不惜生命做成事，谨遵生命不护己，唯以尽心得解脱。哎呀，这个呢，我们前面已经是做过它的这个解释啊。密乘的弟子需要具备的条件来说了，应将上师视为真佛，因为这个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密乘的弟子，必须得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将上师呢，就是怎么说呢？观为是观是不是？视为真佛，就是观相为，或者是当作是一个真正的佛一样的意思。具大信心，所谓的那个信心，我们就是有信心，有4种信心嘛那么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大信心，就是最大的信心，就是要具备了4种信心的最重要的信心。知上师善巧方便行为的密意，具大智慧，能够受持上师所宣讲的一切正法，广闻佛学，慈爱那些痛苦无有医苦的众生，具大悲心，恭敬上师所传授的利益和三昧为戒，近乎境界，身语意仅尽调柔，3门调柔，内心能容纳上师及道友的一切行为。宽宏大量，所拥有的一切皆供养上师，慷慨大方，内心很少出现不清净的分别恶念，具有迹象。如果造了恶业，立即想到诸圣者知晓我的恶行，并一定会羞辱我，具惭愧心，应当这个是说以上应当具足嘛，但这个应该来说的应当具足以上条件，这样可以说而依止上师，应当要具足这些以上所讲的所有的条件，然后呢就是依止上师。如功德藏云，具信慧闻大悲心，恭敬戒律3门条，宽宏宽可尽相毁。此外，弟子的所作所为应时时刻刻随顺上师的心意，不做违背上师意愿之事。无论上师如何严厉何则制裁，都不嗔怒也不厌恨，犹如幸福之良马，因上师的指派而来往奔波，也不生厌烦，犹如传法。传什么？传法。能够陈述上师能够陈述上师所吩咐的一切好坏之事，犹如桥梁，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寒冷炎热，犹如铁匠的铁证。那么为什么形容这些呢？就相当比如说马已经驯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匹马，那么主人今天要骑到哪里，然后再放到哪里，拴到哪里，今天如果是要给它有吃草喝水，或者是没有给它吃草喝水，它也是没有依据怎么说呢？对主人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抗议或者是
不怎么说呢，喜欢主人的，一句话都不会讲嘛，对不对？那这个当然就是马也许可能会想讲啊，但是这个他不会讲的，但是这是一个形容而已，这是外表的一个形容而已。那么就是犹如船，或者是船呢，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渡那种河流的一个船，今天游过去，再游过来，游过去，游过来，都没有说它飞，就像我们现在看电梯一样，电梯谁叫就是马上下去上去下去上去下去上去，一天20遍10遍100次200次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嘛。所以就像这样的，那桥梁也是一样啊。哎呀，然后这是那个铁匠的那个铁盏也是一样，今天就是要红的那种热的铁或者是冷的铁，什么就是这调到它的上面都是完全是不会有变化嘛，就像这样的，这全部都是那个弟子的忍受力等弟子的这些行为方面的一些形容词。听从上师的一切言教，犹如奴仆，便出我慢，常处卑微，犹如扫帚，使其骄慢，恭敬诸众，犹如断脚的羚牛。此乃华严此外华严经灯佛经中所说的依止上师的方法，如云：几乎上师即善巧，立直不争如两金，来去无业如传法，犹如桥梁成显烈，犹如铁阵染寒热，依教奉行如中仆，断处我们如扫帚，舍交慢如断脚牛，迄今所说依实法。这些其实这些后面的这些，像比如说我们在讲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普贤上师言教，那你们就是怎么去回去读书的时候怎么学习呢？就像比如说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如功德藏里面所讲的，这些都是可以写下来，然后背下来。背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相当就是讲话的时候，或者想事情的时候，就马上会相处那个成语一样。那么就实践的一些生活当中，也是我们会想出很多很多的成语嘛。那么就像这样的，我们修习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非常能用得上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些每十句里面都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然后就非常殊胜。所以就是听一个课，然后再自己回去读书，然后就是做功课。做什么功课？做功课就是要把这些写下来，背起来，然后就是可以再学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做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听完课以后呢，就是如果安排一个考试或者是怎么说呢，那个练习的话，也是要背出来这些，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自己去思维。以3种尘世令上师欢喜，上当为修行供养，通过苦行及精进的方式而修持上师所传的一切正法，中等其身语成事，自己的身语亦精心侍供上师，为上师服务；下等为财物供养，以慷慨供养、饮食受用等方式令上师欢喜。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3种供养的部分。3种供养当中呢，最殊胜的供养就是修行来供养，自己修持的功德供养给上师，这就是最殊胜的功德，而且上师也是最欢喜的。为什么说上师最喜欢也最疼最重视真正的可以在精进修行的弟子？原因都是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最有帮助的，对弟子最有帮助的部分。
因为就是这一生当中一直上师是为了什么？能够可以修持佛法。那么真正的能够修持佛法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修持的功德就是一个供养上师的最好的贡品也是自己能够可以得到解脱的最好的方法。第二个公平呢，就是自己的生苦役、生语役，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平常呢，就是在相当就是在中心做义供，法会的时候做义供，然后在任何时候有需要，上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去帮助他，帮忙做事情。像比如说一个寺庙的话，去在寺庙里面当义供，或者是在上师在住的地方，然后去帮他做任何的事情，相当就是在怎么说呢，那个佛堂也好，然后在环境各个方面都是在做打扫等等的一切的这些服务都是生苦役的供养。所以第二个供养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平常都是在怎么说呢，那个法会各种各样的时候，义供都是非常殊胜，义供都是非常好，都是有很大的功德，原因都是在这里。那么第三个供养才是真正的怎么说呢，那个金钱的供养。那么在金钱的供养，从世间人来说的话，那应该是这个才是最大的供养。但实际上，从佛法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不是什么最大的供养，它才是第三种供养。那你千万没有办法修持佛法的人，然后呢，也没有办法自己用自己的生苦役来服务上师的服务传承的这种人，那么就是用金钱来供养。那这也是一个，因为就是金钱是自己就特别重视，而且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用金钱来布施或者金钱来供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就是有上中下三种的功德当中来说的话，那就是这个是最低的，而且最差的功德。自本作人